深水埗區喺上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有紡織業嘅出現，50年代開始發展蓬勃，令紡織業成為當時深水埗區主要嘅工業。我喺精紡部，我哋最主要就係搏紗。嗰陣時唔嫌辛苦㗎，我哋做嘢做紗廠嗰陣時工作環境啊，真係同而家比就冇得比。時至今日，好多舊嘅工廠大廈都已經變為住宅。商業活動亦已逐漸轉型，可能啲紗廠搬咗翻上海。我哋嗰度因為1962年啊軍隊打風咧，咁啲機器可能壞咗，後尾就冇咗啦。深水埗區嘅紡織業雖然冇以前咁興旺，但排檔仍然存在。排檔嘅存在，除咗幫到呢區居民維持生計，更令深水埗區增添一點色彩。